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化妝師 Coco。今日呢個妝容示範係一個韓妝嘅感覺啦，而同時間係一個低飽和度嘅顏色，其實都好適合40+女性去化，因為低飽和度嘅妝感顏色俾人感覺係比較低調，但係亦都有高級嘅感覺。尤其是40+嘅女性，我哋追求唔係話七彩顏色嘅妝容，反而我哋追求係可以突出我哋嘅輪廓，望落去更加精神。同時間亦都符合翻我哋嘅年齡層。今日呢個妝容有幾個彩妝核心嘅趨勢同埋畫法，包括透亮嘅水光肌底妝，由護膚去到底妝，成個步驟非常之重要。點樣做到一個又透薄又水肌嘅效果？關鍵在於護膚同埋底妝嘅技巧。第二就係減齡臥蠶嘅畫法。其實臥蠶係有放大眼睛嘅效果，我會利用霧面同埋珠光面嘅彩妝配合。第三就係低飽和度嘅胭脂同埋修容，胭脂唔再係淨係增添色彩，其實帶灰調嘅胭脂可以做到修容嘅效果。第四就係鏡面唇妝，我哋要做到一個果凍般嘅唇妝感。事不宜遲，而家我哋即刻開始。化妝前呢，我哋護膚一定要做足㗎。通常日間我都會搽保濕嘅精華啦，同埋維他命 C 嘅精華，全面捽勻佢，搽落塊面度，連埋條頸都可以搽㗎。跟住我再用個濕粉撲輕輕按壓，咁個濕粉撲呢就會索咗少少嘅精華啦。跟住呢，我就會搽 Makeup Base，Makeup Base 呢我就會揀有防曬嘅度數。咁呢，只需要全面搽勻就可以㗎啦。我會用翻頭先個濕粉撲將佢推開。咁因為頭先個濕粉撲咧已經索咗部分嘅精華，所以咧當我推開呢個 Makeup Base 嘅時候咧，會更加貼面。同時間呢個 Makeup Base 咧亦都有提亮嘅效果啦，所以薄薄一層就已經做到一個好靚嘅妝效㗎啦。今次咧我就唔選擇用粉底，就選擇用液體遮瑕。我只需要局部去搽呢個遮瑕液就得啦。咁呢個遮瑕液呢，你見到出嚟個效果呢係好透薄啦，同埋唔厚重嘅。首先我點起塊面中間呢啲位置比較偏紅嘅，同埋鼻頭呢啲位置都係偏紅嘅。下巴啦、嘴角位置啦、額頭中間都點少少。面額兩邊少少斑，我都會點少少嘅遮瑕液喺度。跟住呢，我就再用頭先個濕粉撲呢印開佢。其實本身遮瑕液呢都有遮瑕嘅力量啦，咁所以呢，我輕輕印開佢嘅時候呢，你就已經覺得成個妝呢好乾淨，顏色亦都係好一致嘅。由於我用份量唔係多啊，所以呢，當我慢慢推開嘅時候呢，你會見到唔會厚重啦，同埋亦都做到遮瑕嘅效果。出嚟效果係咪好自然呢？跟住呢，就畫眉啦。今次呢，我就用偏啡色嘅眉筆 match 翻我頭髮嘅顏色嘅，好簡單嘅啫，由下而上一筆筆咁畫出嚟嘅效果會比較自然啲。眉尾方面呢，我就主要用填色嘅方法，因為我眉尾比較弱，顏色唔係太明顯，所以填色呢就會比較深色啲。咁我呢，就想條眉毛嘅顏色呢同我頭髮顏色比較配合，所以呢，我就會選擇呢個啡色嘅眉 gel。搽眉 gel 呢嘅方法就好簡單，由下而上啦去搽。如果想均勻少少呢，亦都可以逆毛去搽嘅。總之成條眉毛嘅顏色均勻就可以㗎啦。好啦，下一步呢，我就會搽胭脂再加陰影。咁前嗰排我就買咗呢一 set 嘅顏色啦，我覺得好靚，因為呢，佢係一個叫做帶灰調嘅粉紅色。帶灰調嘅粉紅色嘅好處呢，佢係做到胭脂效果之餘，亦都可以做到修容。所以呢，你見我點嘅位置呢，除咗胭脂嘅位置啦，喺眼角後邊啦、鼻影嘅位置啦，我都會搽咗呢個胭脂液嘅。仲有呢，我亦都會將佢攞嚟做修容，令到塊面細啲。下巴呢個位置我都會搽一筆，跟住再可以配合一個手指掃，將佢慢慢印開佢。佢印開咗之後呢，你見到呢，佢個顏色呢係淡淡嘅粉紅色啦，同時間呢，亦都做到修容嘅效果。鼻影位置我哋都印開啦，眼角後邊我哋都係咁樣慢慢印開。
面部側邊兩邊都係咁樣印開佢嘅。咁你會見到啦，佢做到修容嘅效果，成個輪廓就會更加突出啦。所以咧，呢一個胭脂液咧好方便啦，基本上係可以做到胭脂同修容一剔過。胭脂同修容嘅顏色一致咧，有個好處嘅，你會覺得呢個感覺上咧就會更加唔似係真係化咗妝，因為佢用緊同一個色調去做。到我印開晒咧，你就會覺得係有個陰影嘅顏色。好啦，咁我檢視完之後，我發現呢胭脂嘅位置唔係太多顏色，所以咧我就會再加多一層上去，一樣都係用手指撲印開佢嘅。同埋我搽胭脂嘅位置都係偏高少少，咁望落去呢塊面就有 lift up 嘅效果啦。跟住下一步呢，我就做提亮啊。提亮呢，我就會用呢一款嘅提亮膏，佢係帶少少粉紅嘅顏色。跟住呢，就喺眼底前面呢個位置輕輕拍一層。好啦，你會見到呢，我拍咗一層喺個眼底下邊呢，其實你會睇到呢個效果好似係即刻有個立體嘅感覺，係突出嘅感覺嘅。跟住喺鼻梁中間呢個位置都加少少，咁你見到成個鼻呢個形狀就會更加清晰啦。因為有光暗影嘅對比呢，佢就會立體好多啦。下一步呢，咁我就會用呢一個眼影膏。眼影膏呢有4個顏色嘅，最深色嗰格呢，我會攞嚟做眼線嗰部分，配合翻眼線掃，將呢個眼線膏畫上去。咁我會貼住眼睫毛根部去畫啦，做翻一個內眼線嘅效果。根據我個眼型由頭到尾畫一條線，跟住眼尾我會拉長少少。跟住我攞第二個顏色，好啦，咁呢個顏色咧係淺色少少嘅啡色。咁我就會喺我本身畫嗰條眼線上面再加多一層，你會見到咧成個眼線會做一個立體嘅效果。跟住咧，將剩餘少少嘅顏色咧搽翻下眼線嘅位置。好啦，咁有一格最淺色嘅攞嚟做咩咧？我就會攞嚟做臥蠶突出嘅位置，畫喺眼底嗰度。當然要配合翻一啲幼身少少嘅筆狀。好啦，跟住咧，我哋喺個臥蠶嘅最低嘅位置咧，要畫翻個陰影，所以我攞佢呢一個眼線膏再去畫嘅。如果你想個眼妝更加突出咧，其實可以攞一個光影粉喺眼頭同埋臥蠶位置再加重少少，令到佢呢個光亮度更明顯嘅話咧，會更加立體㗎。你會見到啦，我喺鼻頭加少少啦，跟住換咗一支扁身嘅掃，就喺蘋果肌嘅呢個位置再加少少，咁咧你會見到成個妝咧就好立體啦，做到一個透亮嘅感覺。鼻梁中間呢個位我都加少少嘅，你會見到輪廓更加突出㗎。跟住我喺下巴嘅位置啦，都加少量嘅光影粉。面額呢個位再加多少少。好啦，我會再睇其他位置啦，例如眉底下邊啦，我都想加啲。跟住喺額頭中間嘅位置輕輕薄薄上一層。好啦，大致上就完成啦。跟住唇部嘅妝容，我就會首先用一個偏啡紅色嘅唇筆畫翻成個唇形。我今次呢刻意畫大少少個嘴。下唇呢畫方少少，而上唇呢我會加粗一行。咁你見到成個嘴呢就會係大咗少少嘅，但係由於佢個顏色都係比較自然啲，咁你會覺得呢係相對感覺上呢係會比較自然，唔會話太誇張噶。跟住呢，我就最後用翻佢嗰盒嘅唇彩啦，因為佢呢個唇彩嘅顏色呢同個胭脂係配合翻，大家都係屬於冷調偏灰少少嘅顏色。最後呢，咁就夾翻眼睫毛啦。咁我就唔搽睫毛液啦，我淨係夾翹少少就算啦。跟住呢，噴埋 setting spray 就完成噶啦。setting spray 嘅好處就令到個妝會 keep 得好啲嘅。低飽和度嘅妝就完成啦。今日嘅妝容就完成啦，希望大家鍾意個短片啦，記得讚好、訂閱同 share。
我本身都有開設專為40+嘅化妝班。喺化妝班上面呢，我亦都會分析翻邊一啲妝品適合大家，究竟用啲咩化妝技巧適合你嘅輪廓。如果大家有興趣，可以片下揾到我聯絡資料㗎。想了解更加多化妝嘅技巧，可以訂閱我 channel 啊！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